位伫南区的大成国中，现在因为社区大学甲非营利幼稚园的进驻，为校园带来丰富的能量。但因为校舍老旧，对此社区大学也特别举办空间涂刷共学营，甲连锁的居家修缮的企业合作，邀请因专业的油漆师傅进行三梯厝的示范教学。超过30位的民众甲学生共同打造全新的校舍风貌。10号上午也举办简单的成果发表会，会中也由着大成国中的校长甲学生完成上尾后的部分。大成国中呢是一所很漂亮的学校，然后也很有历史，所以呢，在这么漂亮历史的学校里面呢，因为少子化的关系，所以有一些闲置的教室，所以我们闲置的教室呢，就结合社大还有非营利幼儿园也进驻了校园。那在这一栋笃新楼，目前呢就是社大呢在这个角落做一个空间美学的一个共学营。所以在这一次的共学营里面，乐见其成，因为呢，我们又发现校园又亮了。那最主要的是它不是只有环境改变，而是呢是融入了学生的教学。台南社大办学20年来，我们在各个校园做空间的营造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希望透过共学团体合作的方法，好让最多人来参与动手做。好，因为我们觉得，共学，让更多人一起参与，才是让空间得到认同、被认同。然后呢，后续的空间维护也会有更多人来关心。这届参会成员当中，也有大成国中3年的学生。画面当中看到多样就是因的作品，对着校方甲学生来讲，这拢是一个难得的经验，互因伫这个校园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我觉得可以跟这个比较有历史的这个楼层跟艺术一起结合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对，而且我们又快要毕业了，可以在校园留下一些东西，是蛮感动的。这一次呢，社大呢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，让我们呢能够教导民众要怎么使用这个油漆，让它能够学以致用，应用在他们的家，也可以来一个比较焕新的一个空间。所以借由这个感觉好像一个老旧、比较朴素的一个墙面，经过这样子颜色的装点之后，焕然一新的那种感觉，完全就不一样。那我们也很乐意，就是走进校园走入社区，来提供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协助。接下来，社区大学也将会持续对校舍空间来做整理，将会把原本窗仔门顶面加上装饰，同时拆除楼梯的铁门，希望让整个校舍的空间更加舒适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